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8月2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创世纪49章第1节到33节，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彼此控诉。有个人讲基督徒袂当来上法院。因讲，因为这是圣经会安尼教导的吼，敢真正是安尼？那如果是安尼的时阵，牧师目前所服侍的教会，可能就违背因所咧讲的圣经的原则啊。咱爱交代一个啦吼，免得兄弟有误解。目前，阮的教会是因为土地被人侵占已经几十冬。伫过去的时阵，教会同工拢用着基督信仰的听，无采取即种比较较强的法律行动。但是，一天又过一天，一年又过一年，犹原受占用。咱会通讲，这叫做软土深掘啦吼。几年前呢，教会受托管理这个土地管理员，就教会长老，伊主张应该爱采取司法的行动，将这个土地来讨回来，做一个好的上帝的管家。感谢上帝，阮因为安尼也有基督徒的律师的协助，互阮一步一步来调将土地收回方向来进行。虽然这是一个司法的行动，但是伫处理的过程的中间，教会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要收回被占用的土地。其他的部分，咱犹原用基督的听做思考的原则，并无安尼这个甲因断绝因的所有的机会，尽量为着对方来留地步。当然，这个情形甲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所咧教导，其实迄个情形是完全无共款的吼。咱要来思考看卖。到底圣经安怎讲？保罗伫咧写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内底安尼讲，伊讲恁中间有人甲别个信徒有纠纷，无伫信徒面头前甲伊告，那甲对无信的人来告伊。恁兼毋知信徒要审判世间，既然恁要审判世间，兼袂晓得解决小可代志嘛？恁兼毋知含天使咱拢要审判，即世间日常的代志，搁较毋免讲。即款代志，恁兼通交互无受教会尊重的外人处理。恁实在真见识，恁中间兼真正无一个有智慧的人通判断信徒中间的是非。恁竟然有信徒告信徒，甚至告甲无信的人的面头前。其实恁三个表示恁已经拢输啊！恁若毋宁可受冤枉，若毋宁可受亏欠。吃亏吼，恁颠倒冤枉人、吃亏人，甚至对会内的兄弟姊妹嘛安尼做。伫保罗所讲的问题，是针对教会内的无和睦、欠缺听，这个哥林多教会所讲的。是因为因伫教会内底所发生的问题，摕到伫外面去司法去处理。保罗的概念是对信仰的角度来思考，意思就是讲，一个领受救恩的这个基督徒，要来审判世界的基督徒。
怎样会落到伫教会内底兄弟姊妹的问题无代了处理，需要互一般的司法来审判呢？如果即群人遮尔无信用的基础，到伫外面彼此控诉，需要一般的司法来处理教会内底信用的问题的时阵，保罗讲的拢总是了了。所以保罗讲，你偌尔见笑，恁中间竟然无有一个有智慧的人会当替信徒来解决纠纷。约瑟伫阿兄要倒转去伫迦南地带领伊的老爸甲厝里的人移民到伫这个埃及进前，约瑟特别交代因啦。圣经记载讲，伊送走兄弟。要离开的时阵，吩咐因袂当伫路上来争闹、争吵哦。哥林多教会一直有无合一的问题，也一直有内部的纷争。保罗伫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就已经提到着这个问题，也因为因的无合一、无彼此相听。有分党结派的问题，严重甲需要去找一个一般的司法来处理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这并不是一般的司法案件啦吼，是教会内部信用的问题，竟然需要司法来处理信用的问题。这才是保罗所咧讲真正的控诉迄个问题。虽然也亲像伫雅各要过身之前，伊调集伊的囝，提到着每一个人的问题，每一个人无共款，也搁再亲像约瑟对因的阿兄所提醒的共款，袂通彼此来争吵，袂通伫遐彼此来竞争，袂通彼此伫遐来控诉。保罗甲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所讲的话。讲减毋知不义的人，袂通做上帝国的子民，毋通骗家己。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做男娼的、做好男色的、做贼的、贪心的、酒醉的、诽谤的、诈欺的，拢袂当做上帝国的子民。恁中间有人以前是安尼，毋久恁已经洗清气，已经圣化归伫上帝，已经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名，佮通过咱的上帝的神，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保罗安尼讲，既然已经成做基督徒啊，既然已经圣化做上帝国的子民，就必须要改掉以前生命的模式，甲上帝、甲人有合宜四正的关系。就诗篇124篇，以色列就讲。若毋是上主为咱，若毋是上主为咱，人就要起来攻击咱，对咱发出生气的时，早就甲咱活活吞落去啊！大水早就甲咱冲走，大鹰早就淹没咱，凶狂的水早就甲咱淹死。咱着称赞上主，因为伊无将咱交互对敌拆者落目。咱的性命亲像鸟啊，脱离掠鸟的人会落网。落人破例，咱得到逃脱。咱得到帮助是靠着上主的名，伊是天地创造主。感谢上帝，你赏赐救恩，互阮会通被圣化，成做上帝你的儿女。
上帝国的子民。求主帮助阮会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彼此相听，会通荣耀主名。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